好，安尼吼，好，大家平安。欢迎今仔日来参加这场论坛。感谢这个何教授、新汉教授，也要来做这个 moderator 来做主持吼。咱有邀请到两位讲员，第一位是这个台南市的市议员李宗霖先生，第二位是咱台湾教师协会的副会长林元彪教授。咱今仔要讲的题目是要来讲大罢免以后，咱对这个台湾的认同甲台湾的语言有虾米款的影响好，我即摆我就甲时间交互何新汉教授由伊来主持。新汉教授。我是谈吼。谈。你吼，咱这个。梁平兄吼，迄个何主兄吼，两位迄个主讲者吼，搁有在座线顶的好朋友吼，大家暗安，大家好哦。这个今仔日啦吼，真欢喜会当请到两位的这个真特别的就是讲者吼，咱要来讨论一个即摆上新的议题啦，就是讲吼，因为咱进前台湾伫今年啦。经过差不多半年较加的这个政治方面的一个较大的事件，规个台湾的社会嘛去互就是扰动啦，欢喜讲是扰动啦，就去互就去互加叮当就对啦。规个台湾的社会拢去互这个重要的事件加叮当，就是咱的大罢免啦，就是咱大罢免这个大罢免啦，其实伊嘛真有戏剧性，就是一开始咧讲话大罢免的时。迄当阵大家真少人感觉讲大罢免会当顺利通过一阶、二阶人数的有偌济人啊？大家拢感觉讲敢若嘛无啥物机会。虽然讲一寡核心的团体大家真厉害但是大家嘛，迄当阵大家无感觉伊会当通过偌济人啦包括执政党也好，也是迄个在野党嘛是拢共款但是想袂到咧，一阶人数了，二阶人数了，这局势是看起来是出就是大家意料之外啦，是互大家料想袂到这个料想袂到就是讲就是大罢免通过一阶、二阶人数的，有够济啦有够济，咱知影讲35个通过迄当阵啦而且有真济县市的。在野党的党部拢是去互，就是这个过程伊拢有真济无合法的情形啊，违法的情形，所以迄党部有真济人去互收押呢但是所以这个气势伫遐规个大罢免的气势起来但是到尾最后一阶段投票这个结果当然咱嘛知影讲是无半数通过安尼啦，对于这个35-0变成0-0，就是无半数通过这个物件咱爱甲今年年初的这个，若用本土语言来讲啦也是讲文化来讲因为这部分我较清楚，所以我对这讲，就是讲对咱本土语言来讲年初捌有一个金门的陈玉珍立委金门的立委啦伊就是提出一个建议案，要甲文化部本土语言的预算全数删除全部拢汰掉安尼就无预算啊嘛但是伊当然这个提案最后最后就是伊撤案啦，伊家己撤案，因为伫共党的议员的立委压力啦所以伊就甲这个案撤掉所以就无真正有删除啦敢若唯一删的敢若什么物件呢？今年年初唯一删的预算，敢若就是今年的预算真正去用汰掉的，毋是冻结咯不是冻结，是删除。真正用汰掉袂去转来，就敢若国家语言发展中心的预算尔国家语言发展中心的预算是真正去用删掉，其他的有的是共互伊编起来啦有的先编起来有的就迄个啥，迄个就是通删啦，通删就是讲毋是针对本土语言啦是所有预算拢删啦，什么宣传啦、交通啦迄个通删就对啦通删迄叫通删。但是
这个情形啊吼是也未有人，就是讲也未大把面进前是安尼。啊，但是即摆大家关心的是讲啊吼，大把面了后，那安尼明年预算会受影响无？甚至讲今年刷落来这个时间，吼，咱的国家的政策就是所谓的本土语言的政策啦，吼，本土语言的政策、本土文化的政策，会受到大把面失利的影响无？因为这个大罢免失利了后，就是最后投票无成功，罢免无成功了后，咱的立法院就维持即马目前拿白加起来比例的迄个席次较低的这个状况，所以到底伊会偌济影响？我想这嘛是大家真关心的议题啦，吼。第一就是有偌大影响啦，啊，第二就是讲要安怎啦，吼，要安怎吼，说落来，要安怎处理，咁就顾在一起啊，吼。所以我想这个议题吼是真有意义啊，大家嘛真想要来探讨。所以咱今仔日啊，吼，这个论坛特别邀请到2位这方面的专家啦，吼，专家，吼。第一位啦，吼，第一位是咱这个台湾教授协会的副会长啦，吼，这个嘛是咱中正大学退休的教授，吼，啊，这个陈月苗教授啦，吼，迄个大家先呼声，甲伊欢迎这个。多谢。哦，啊，月苗教授啊，吼，伊其实嘛是研究文学的嘛，吼，伊是留学美国的哦，吼，美国亚利桑那这边的大学迄个留学者，所以对国际局势啊，吼嘛，介了解啦，吼，就是对美国啊、台湾这局势最了解，尤其是伊长期投入这个本土运动啦，吼，本土运动，所以对这个议题啊，吼，我想一定有相当的见解安尼，吼，咱等下就会来听这个陈月苗教授的伊的分析，吼，甲伊的说明安尼。哦，啊，第2位啊，吼，是咱台南市的议员，吼，李宗霖议员啦，吼，哦，李议员啊，吼，伊对本土语言啊，吼，长期以来拢足关心的。阮进前就捌伫真济本土语言的场合，拢有拄过宗霖议员啦，吼，咱嘛是咱好，那既然咱大家已经开始拍破啊，咱就先甲宗霖议员欢迎一个。大家好，感谢大家，谢谢。嘿，哦。宗霖议员啊，吼，本来是基进的议员嘛，吼，啊，咱知影讲啊，吼，这几年基进内底有一寡理念是共款，有一寡做法方面啊，吼，大家无啥相像的迄个情形，所以李议员啊，吼，伊即马就变成是无党籍的迄个议员啦，但是对本土语言的关心，吼，对本土语言的关心。优元是无减，吼无减，所以吼像进前咱的台湾第一部，毋是第一部，我想要讲影片，头早看迄个《连日光剧》对吧？台湾第一间的全母语小学，吼，全母语小学，吼，开办的时，李议员呢，吼，就有针对这个物件伫议会，哦，去提出质询啊呢，哦，所以哦，既然李议员是议员啦，吼，有这个政治人物的身份，伊对这嘛应该相当了解，哦，啊，佮长期关心本土语言，所以对这个罢免。哦，了后哦，这个局势啦，本土语言教育啦，本土文化，也是讲啊吼，咱台南这边伊在地的观察，吼，这个我想啊吼，应该嘛会有，就是讲应该是会有真济，互咱的外口的人看袂到的这个概念才对啦，吼。啊，所以咱今仔日啦吼，请到2位遮尔啊厉害的讲者，啊，佮对这个主题才熟悉的。吼，咱等下啊，吼，就请2位讲者分别啦，吼，一人差不多用半点钟的时间，吼，咱先来分享，就是因的见解看法。啊，了以后咧，吼，剩的时间，咱就开放大家来做伙来开讲，吼，啊，做伙来开讲，就是你有啥物相关的看法啦，吼，想法啦，要讨论的，拢到时阵啊，吼，拢欢迎。提出来讨论安尼，啊，毋那是有关今仔日的议题，当然今仔日的议题优先啦，但是所有本土语言的议题，拢会使提来讨论安尼，吼，好，啊，咱即摆迄个 Carol，有一寡意見來請講，咱若叫着你，你就直接甲喇叭拍開，直接。試掉啊，我說你試掉。哦，試掉嚇，好，無問題。好，啊，那安尼，哦，咱今仔日的。精彩的論壇，就要來
正式开始咯。哦，哎，两位倒一位要先发表哈。啊，无我先讲好。好，安尼咱就拍声欢迎咱的岳苗教授。多谢各位先进、各位前辈，大家好哈！我是陈岳苗。今仔日我PowerPoint 有做但是即马电脑若像小可宕机，所以我用手机安尼 PowerPoint 我就无放互大家看吼。歹势吼。你若有需要嘛，咱寄互我，由我遮来分享操作嘛，不要紧，因为我是用电脑。若有需要我等下无，那安尼。你会当来互我，我开来放互大家看。毋过我甲你讲，安尼无安尼，就互钟林先讲，好无？安尼，这个钟林议员，你看吼，你想法安怎？好，无问题。好，安尼，我先讲啊，你寄互我，我才来寄即个互你，互老师。我等下帮你操作。好，安尼，钟林议员，请嘿。嘿，大家好吼，感谢老师各位贵宾吼，邀请咱今仔日来分享吼。我可能无法度讲足侪即个文化语言顶悬的相对的物件，因为大家拢是比我较专业。譬如讲咱的即个中副主社长嘛是拢比咱专业足侪所以我就是尽量分享讲，咱伫地方看到的一寡状况，佮咱会当佮继续延续做的一寡代志。讲到即个疫情吼，佮会去影响到，到底佮会去影响到咱的母语的即个推销。我甲大家保证，即点是绝对会，因为我差不多伫顶礼拜的时阵吼，顶礼拜的时阵有一个少年人叫林信宏，林信宏是目前咧举办吼台南台语月的即个主办单位。伊是一个就是算作是临时最近台南的文化局伫差不多顶个月较紧去甲即个标案标出去了后，去互信宏标着信宏较赶紧开始做，但是伊的执行的时间就是9月份啦，所以等于伊差不多9月尾，伊个爱甲台南台语话遮即个活动筹备搁找人，所有的物件拢爱甲伊。处理好势，会造成安尼即个状况，其实足简单，就是因为即马伫行政院内底，咱的预算，包括伫咱地方的即个财务法嘛，拢还未通过，所以即马的状况伫地方政府有足侪物件咧处理的时阵，其实包括伊讲伊的预算，甲去年比起来。伊差不多100几万，个爱搞遮即个活动处理好势，其实是比去年拢搁较少啦。所以伫安尼的状况之下是较辛苦淡薄这个是目前我最近当到的即个算作是第一件当到甲咱的即个本土的即个母语当到即个状况啦。刷来了后，泰国迄个信涵老师有讲到讲，咱过去咧想要推销第一的即个母语的即个。学校啦这算作是这咱台南小可较失败的所在，就是咱台南嘛，足想要去设第一间的即个母语学校，但是因为咱的即个局长可能有伊家己的坚持，伊感觉现准时台南有一间西拉雅的国小，西拉雅的国小就算作是一间母语的学校，就无需要一间专门的台语的即个母语学校，伊就感觉讲时代也有够这点阮是一直足拍拼咧说啦，但是咱的即个教育部长伊的想法就感觉讲时代也个嘛有咧教，嘛有咧教白话字、罗马字遮物件，但是咱要爱的我所知影是时代也内底的即个课程内底，毋是所有拢用台语咧教，毋是唱水式的，伊是譬如讲有一寡较即个较简单的迄个科目就有教但是譬如讲国文英文还是即个数学遮几个方面，因就是嘛是用即个华语教，还是讲咱的课本嘛无一定拢是全台语啦，所以咱即马伫即个台语的实验学校即块，其实是高雄这边走甲比台南搁较正小可，因为高雄这边嘛是伫咱的
咱诚好诶即个市员朋友张宝勇吼，伊嘛是去推测即个，伊推测了后呢，算金马市长迄边，包括金马市长甲应该是南社即边嘛拢做拍拼咧推测即件代志，所以金马市长伫即个母语学校即块，伊诶推测速度其实是比台南市搁较紧诶啦，所以应该是9月时阵录得诶即间台语国小个一定开始正式诶即个开始咧举办啦，啊刷来了，我嘛会安排即个台南市诶教育局吼，啊搁一寡市员，咱来看讲即个高雄咧做，啊甲台南有啥物无共款。啊，用安尼个方式，啊，豆豆啊来即个来逼吼，咱的台南市政府看有法度吼，伫即个市长的林进前吼，上无咱会当伫看要是迄个，我是希望讲上无咱的时代啊，会当就地吼，个互伊开始上无办即个台语的一个专班啦。安尼较有法度，互遮个囡仔去做即个唱水式的即个教育，无咱有一寡朋友，其实我嘛有当着讲过去的咱一寡战友，伊是安心着，啊，规家伙仔就带落来读师大啊，只是为着要互咱的即个伊的囝儿是谁吼，要讲台语即件代志，但是伊来了嘛，发现讲，师大也毋是所有的课程全部拢是台语个对啊，但是无法度，迄一定算是目前台南上进步的即个学校啊，所以咱会当着遮即个状况，啊，咱嘛惊讲吼，若是了后的即个预算，互咱了无够，啊是讲吼，咱即个中央预算无够的时阵，才有法度去处理着，譬如讲台语家庭啊，啊一寡较大型的台语的即个活动，毋知有法度继续的即个进行无？这是一个足大的即个疑问啦，尤其是伫中央政府以我伫做市员吼，遮短遮两当的即个经验吼，若是当着即个预算要去选择讲，到底是要做文化预算，还是要做建设的预算？一般的市员啊，还有市政府一定是选择做建设的即个预算，因为建设要看到的时阵是较紧的啦。譬如讲，咱若做桥啊，是去铺遮即个点仔架啊，遮即个路啦吼，这是民众较紧会当直接去感受到的。所以伫台语的即个经费即块，其实是算较弱势啦。所以这嘛是咱烦恼的即个所在啦。啊，我感觉讲吼。有一寡代志吼，我按大方面开始讲，这是我感觉讲，咱会当讨论讲几点，就是讲较可惜的，就是伫大方面期间，其实连规个我甲大家分析一下，即卖即个政治的即个状况，因为即卖伫大方面了后，其实连南部本土阵营拢无介稳啦，因为吼伫美丽岛的遮即个最近的一份民调。其实伫遮差不多日头花诶，即个世代，就是我是日头花世代出来，我嘛是因为日头花参加日头花运动，我较走入来即个做政治，啊，包括讲受到大家诶即个即个教育，咱他开始去找台语讲台语即个代志。但是日头花即个世代吼，反对民进党诶即个迄个趴数吼，差不多是65%，啊，即差不多是伫30岁左右，30岁至40岁之间。啊，反对国民党的是55%，啊，对国民党有好感的是32%，对民进党有好感的是25%。所以我过去所以为的，就是讲伫日头花即个世代，应该爱是做讨厌国民党，啊嘛做较介意即个本土阵营即个民进党，但是即件代志伫即份报告内底是无诶。刷来了后，咱会当发现讲好，啊你反对民进党嘛，反对即个国民党，就变做讲因拢讨厌哪个了，就是会去选择中间的即个政党啦，中央的政党，包括讲吼基进也好，时代力量也好，但是大家即摆看到应该就是民众党啦，所以当大家亚胜政治，也是讲无介意拿嘛，无介意的时阵，选择就是自然的去选遮中央的政党，结果就去选择即个
民众党啦。啊，这是互咱做烦恼的即件代志，因为对阮来讲，民众党就是一个无中心思想的即个政党啦。吼，啊，刷来了后就是讲，伫大罢免了后嘛，确定一件代志，就是小党吼，其实小党的票，虽然讲民进党吼有吸着小可，但是大部分小党的票毋是无出来投，就是走去投同意罢免，无同意罢免即件代志。我大概报告一个数字吼，就是讲，咱本地当作讲哇。大罢免吼，安尼拍甲即个非常的即个闹热，但是到最后出来成绩无好，上有可能的迄个叫做叶元之嘛吼，叶元之啊，叶元之伊的即个数字，我报告互大家听吼，伊伫2024年，伊杀到的即个趴数是46%，吼46%。啊，刷来罗志正杀掉是44%，所以有足侪人讲吼，若是欧巴桑联盟诶，迄个老舒婷伊无走出来的话，老舒婷欧巴桑联盟伊杀掉9%个对啦。若是即个欧巴桑联盟无走出来，其实这票应该是会走去罗志正，啊罗志正就稳赢。但是咱来看即届。吼，大罢免的即个状况，理论上啦，理论上，若是照安尼的逻辑，就是欧巴桑联盟这新的第三势力的票，理论上还是本土定赢的。安尼若加入去罗志正本地迄个趴数的话，应该是远远的超过叶元之的即个迄个应该是讲同意票，应该是远远的超过不同意票，安尼哪有可能罢袂落来？所以我要甲大家报告的一件代志，就是讲，咱过去咧所想的，包括阮这个日头花，阮感觉讲，咱应该是天然党的即个世代，即件代志，伫现准时经过10冬了后，其实无一定是安尼啦。有足侪。我身躯边的即个少年仔，也是讲我后一代20岁至30岁即个世代，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惨的，尤其是伫台语即块啦。我到即个做议员了后，阮会有一寡学弟仔来甲我拜访，包括台南一中啊，搁一寡高中生。我有一届碰到台南一中的学弟，伊甲我讲，学长，你能不能不要讲台语？因为我听不懂，我想靠腰，即摆高中生一定完全听无台语啊！伊既然会当直接甲我讲，我完全一句话拢听无。我讲你住伫倒？住伫阮东区的好买寮啦。好买寮是一个算东区非常非常经济真好，迄个厝价嘛真悬的一个所在。但是到伊即个世代，差不多即摆高中生嘛，差不多18岁、16岁，即个卡头既然少年仔。一定完全拢听无即个物件，是一点仔拢听无哦。迄个时阵我嘛小可去插着啦，所以我嘛改变我的方式，就是讲，我会甲伊讲，我较婉转的甲伊讲因为学长的母语无伊是即个台语啦，我可能有一寡事我会讲着台语，但是我尽量就是用一寡华语甲恁讲。用安尼的方式开始慢慢豆去互因听有一寡台语，我嘛甲因讲，你若是听无，你就问。所以其实少年世代甲本地伫即个大罢免进程，也是讲伫我迄个时阵日头花的时阵，感觉讲，台湾应该无啥物问题啊，道理运动嘛拢一直会前进啊。其实后来。经过即个大罢免了后，我嘛感觉完全毋是安尼啦刷落来了后，其实伫大罢免了后，阁有几件就是，我感觉大家拢会当做伙去思考。这个可能较政治甲语言就较无关系啦就是讲伫大罢免的时阵是安那是大罢免，毋是去处理着几个咱做讨厌的人就好啊。譬如讲花莲的部的嘛咱读过新汉老师讲着即个陈玉珍。是讲迄个台北市的迄个
迪卡辛啊，那个徐巧芯叶元之，这几个就好啊。因为你若是用台北面会产生到一个问题，就是讲你无法度，你互因的全部人团结起来，来对抗这个民进党。但是你若是几个较准的这个区域落去罢免的时阵，你比如讲，徐巧芯咧互罢免的时阵，其他边遐遮的立委就伫边仔看，反正也无我的代志。所以其实你若是用较准的这个精准的这个罢免的时阵，某一个程度就是咧，就是咧，歹势我开一下迄荧幕，就是咧，甲因分化。这个是中国人，也是讲共产党上厉害的，因就是去做一个这个联合主要的这个敌人，来打击主要敌人的这个代志。其实某一个程度，我感觉迄个时阵，我是感觉柯文哲是，毋是柯文哲啦，柯建铭啦柯建铭是一个真有问题的人，伊包括到伊最后这个政略，还有伊的这个言论拢是规个是毋对的，包括伊是伫媒体直接呛讲，若是无出来投同意罢免，你个毋是台湾人，用非常极端激烈的这个词去刺激咱遮这个群众，但是少年其实听遮这个话听袂落啦，结果到最后伫大罢免的时阵，因迄个时阵要按花莲行甲即个台东、屏东要做啥，拄好撞着南台湾的风派嘛，风派一扫落了，密密麻麻，佮加上即个要花1万块的遮即个代志，其实你想，黄建明伊咧讲即个要伊咧讲。你若是无出来投同意罢免，就毋是台湾人。但是我所理解，包括阮20几岁诶，即个助理，佮有迄助理个足趣味啦伫高雄，阮有一个熟悉的助理的妹妹，伊是伊捌投过韩国瑜，捌投过黄文哲，来刷来了后投基进投了，伊嘛有投热清德。所以因的迄个政治的即个广播会当安尼看来看去，因毋是一个做定势，感觉讲，我即马支持迄个民进党，我就无支持国民党；我支持国民党，就无支持民进党。无，因毋是安尼，因是感觉讲，好，我即马要支持啥是因当下迄个感觉。所以当阮讲到即个发1万块即个议题的时阵，迄个妹妹就讲啊，伊讲。我那个有朋友1万块一定杀去买物件，结果买物件了后发现讲政府无一定要发，这是即马即个少年世代，我就想讲既然还有即个代志，但是咱得爱去看讲因输配代志到底是虾米货，因为你若毋知影因输配代志，即群人绝对是去互民众党带咧戆说，咱要安怎想办法？甲即群人找做是咱的即个战友，这是一件足重要的代志。包括讲，我嘛是伫办公室了后，开始发现讲，我咧讲台语一定足侪人听无啊。但是咱就是尽量讲，好恁听无，咱较侪耐心的开一寡时间大家慢慢听，慢慢想尽量就是进步来处理啦。伫即个大罢免了后，是我有史以来第一届看到。南部即个无满意的支持度对民进党也是讲本土阵营立的即边无满意的程度，比满意搁较大啦。所以这对台湾来讲是非常非常的一个警告，因为过去咱知影讲，咱若总统大选要赢，一定是迄个台北小输，南部爱大赢。来个决战中台湾，这是过去一直拢是安尼的模式。有可能伫了后，包括明年要选地方的即个市长选举，个议员的即个选举，有可能代志就无迄个本土阵营想的遐尔简单啦。最后我搁补充一下，大罢免我看到一点就是讲，非常非常可惜的一件代志嘛，有可能是因为大罢免拢是一定伫。台北的即个区域内底，所以包括讲，咱过去咱伫日头花的时阵，咱看到做者朋友
利用着即个要做大纸、要做歌词、要做一寡宣传的即个武器的时阵，会大量的用台语来使用，吼，包括白话字啊、啥物货。但是伫即届的即个大版面是较可惜的，刷落来了后，因用的语言，佫是除了是华语以外，因佫较用接近拿的，吼。拿的即个语言咧教遐拿的咧对话，我感觉这嘛毋是无好，但是就是讲台语即个的量颠倒是豆豆啊较消失去，这是伫我过去咧抗争的遮几冬吼，少少10冬来的遮即个经验，这是我第一届感受着讲，台语的即个流失佮使用，哪会变甲比例顶悬变甲较少少，这是我感觉大家会当去思考的代志。我简单先分享到遮，感谢。好，感谢钟林议员精彩的分享啦，真深入啦真深入。听起来以后，大家会感觉听了以后，相信大家跟我有同款的想法，就是真烦恼啦其实，阮伫迄个罢免前后嘛是拢有推估啦确实是互人烦恼啦，尤其是即摆的局势对，当然对明年的选举来讲是无乐观啦无乐观。县市长进前民进党敢若5席过对无迄当阵敢若有5个县市过，所以迄当阵。但是迄当阵要算是真团结啦，所以迄5个虽然敢若5个县市，但迄当阵由郑正玉社长南社的前社长郑正玉社长去带队啦阮有去成立一个民进党的5县市的县市教育局处长联席会议安尼就是台南迄当阵是郑邦定教授做教育处长嘛所以迄当阵第一届就伫台南办，第二届就是宜兰办安尼就是迄当阵啦。就是蔡英文甲马英九第一届选举，马英九赢去迄届啦迄个剩5个县市安尼毋过即个明年的局势可能嘛真正袂好规个支持度啥，像他拄即个钟林议员讲的，确实是特别烦恼啦这对预算也是对局势其实拢有真严重的影响这等下咱则个详细来讨论。咱即摆就来，咱即摆先欢迎即个外表教授啦等外表教授来甲咱分享安尼。外表教授，你即摆还袂？我跑寄互你，寄入你的 email。你有我 email 我就是你寄入来，安尼等我一下，我开一下我寄 email 无要紧我会当好，安尼你开一下我即马就开始讲好啦好，安尼是咱省时间嘿我即马随开。好，大家好大家先进，大家先拜，大家好我是陈月苗今日我要分享的较毋是咱台语语言啦我要分享的是咱即个台湾的即个大罢免即个局势，甲咱即个台湾前途即个出路安尼啦我个人的观察可能有一寡甲大家无啥共款安尼啦所以主要有2部分，第一部分就是大罢免对咱台湾的意义大罢免对咱台湾的意义第二部分我要讲的是即个福摩萨台湾即摆现状甲出路安尼啦当然拄钟林议员讲的互咱听起来哪像感觉做悲观呢？事实上，伊讲遐情形嘛，拢是确实是安尼确实是安尼即个大罢免局势本来是哪像足好的，结果哪像即个结果无偌好。但是我你若要现来时则甲我讲一下我即摆已经分享 PPT 你要换后一则甲我讲好，即马第二部分就是咱的现状甲出路咱会用显过会用显过这是我简单陈月苗的简历啦。我想讲，要等有一寡新的成员，所以我小可互大家了解，我是伫中正大学教册30冬，当退休2冬安尼
伫即马伫台湾教授协会做第2届的副会长吼，就是讲一退休，大家就讲你袂使上用，我转就去互因找去做副会长安尼吼。过来要讲即个大罢免即个代志，咱会用 PPT 会用甲显过吼。即个福摩沙即大罢免是安怎来？是今年2025年2月初1开始，即个期间拢总有6个月、3礼拜佮3天，吼，为2月初1开始到8月23，有6个月足足，佮3礼拜佮3天，过3天吼。这对咱台湾来讲是一个足重要的代志，是安怎讲？你是到即个就是讲，就是咱台湾人即400冬来有即个，毋是讲咱台湾的历史才400冬啦，实际上就是讲有即个文字记录的即个历史以来，咱一直台湾人本土的台湾人、福摩沙人，拢一直咧抵抗外来的势力，求生存。吼，迄个热血的心势甲命运，一直伫咱正港的台湾人身上。吼，迄就代表咱福摩沙要生存的基因，甲即个台湾精神。啥物叫做咱的生存基因？就是讲，即个大罢免是安尼走出来，就是咱已经感受到迄种生存的危机。即个水甲咱淹到咱的鼻孔所以咱就感觉讲有需要种出来，来甲即个要甲咱破坏的迄个因素，甲解除。迄是咱正港400冬来的即个心势热血，即个命运，就是拢一直咧抵抗即个外来的政权。吼，咱会当讲荷兰人来佫转去西班牙人来嘛佫转去佫来换地心讲嘛来甲咱大屠杀啦，伊嘛伫遮住21冬，吼，即个政权就消失去佫来换清帝国上长213冬，佫尾伊嘛是消失去咱台湾人佫原在伫遮咧生存，吼，日本人来50冬，算甲咱台湾人咱即个领域，即个土地变做现代化、工业化，吼建设甲足好诶，吼足水诶，结果50冬嘛消失啦。即马换即个土匪政权已经来80冬伊即马嘛严啊哩哩落落吼，伊是一个假报诶国家，叫做中华民国。迄个名我拢条底甲写过，迄个冥界诶冥，就是1949年就死但是伊摕来台湾骗咱台湾人，讲伊是一个中华民国国家，其实是一个假报诶流氓政权，连流氓政权都毋是正港诶，是安怎？因为即个蒋介石臭头伊就是干来甲台湾是一个平民，伊则个占地为王，占地为王所以伊是假报诶一个诈骗集团吼。所以伊嘛即马哩哩落落因家诶人一直咧甲拆，因这通共匪诶，这国共诶，这通匪势力，家己一直要拆即个哩哩落落诶，即个假报诶，即个中华民国，吼迄就是咱台湾人即个抵抗诶精神，抵抗外来政权诶即个延续诶精神，吼咱若看咱台湾诶历史，自荷兰时代到即马。有4大革命，吼，1652年有过淮一革命，过来到清国的时阵有朱一贵革命，有林爽文革命，有戴条春革命，吼，这4大革命拢想要抵抗外来政权，结果拢失败，吼但是呢，咱台湾人一直拢无放弃这个求生存的这个传统吼，咱会当现到下一页，就是讲，你清朝的这个时阵清帝国的时阵吼，咱佫显过吼，清的时阵就3年一小反，5年一大反吼，清国统治台湾213冬，
拢总有偌济革命，你敢知？拢总有143届革命，所以讲3年一小法，5年一大法，拢是咱这台湾台湾人为着要生存，就是起来甲伊抵抗，吼。所以即届咱的大罢免嘛是继续即个福摩沙的精神，吼。即个近代的反抗，日本时代有即个大巴黎事件，就是因讲西来安事件，吼。余清风1915年嘛起来反抗，莫那鲁到1931年雾社事件嘛起来反抗，到咱的1947年大革命福摩沙大屠杀嘛是起来遐反抗啦，吼，这嘛是起来反抗，吼，所以咱伫即个土地为着要生存，拢一直抵抗外来的政权，从来毋捌当过。即届大罢免，共款是即种精神，就是要主题核心的即个精神，就是要反共护台，反共保台，吼。是安怎讲？即个即个继续到即个国民政府来到咱台湾，咱嘛是几啊自28甲即嘛。经过美丽极岛事件，1979年野百合学运，1990年刑法100条废除，1992年野草莓学运2008年已经到下一页，吼，过来太阳花学运2014年，吼，这个社会运动、抵抗运动从来毋捌当过，即马太阳花。11年后发生这大罢免事件，这个规模是从来毋捌遐长的，吼，即届拢总拄我有报告过啊，6个月过3礼拜，过3天，吼，咱伫咱的铁拿的选区有才调行到即个31-0，吼。所以这是一个系列，咱的台湾这块土地的人民，咱福摩沙台湾人一直要生存，就一直抵抗外来的政权，从来无当过，吼。伊的核心就是我会当甲伊定义讲，大罢免运动是全面性的公民觉醒运动，是反共护台。反共护台，过来是女力崛起、公民崛起，这是继续2024年的青鸟行动，海陆空应该讲空战跟陆战拢齐发如火如荼啦，最后到7月迄个月，7月初4到7月19，拢总有15天，化作全台湾老警，全台湾老警，全台湾老警，这是为安尼花莲开始，向台东、向屏东、高雄、台南，才嘉义、云林，安尼一直拼起来，到最后7月19，伫即个凯达格兰大道遐才会合，这全台大老警，这是嘛有史以来史无前例的，咱从来毋捌看过这么大规模的老警。咧护台，咱台湾人一向拢是咧3月烧马祖，无就是烧即个白沙屯马祖、北港马祖，阮云林遐6邦马祖，拢是咧老警，拢是咧烧马祖，结果即届是咧烧台湾，表示台湾人的头壳已经清醒起来啊，毋是干那要过拜拜遐神明，伊即马知影即块土地足危险。有危机，所以大家拢总出来，虽然咱讲起来讲伊是无完成任务，但是我无爱讲咱是大失败，因为大失败是因国共咧讲的，因当然是真欢喜偷笑，讲因一个拢无互咱救落啊。毋过事实上，对咱即个觉醒运动来讲，是无成功尔，但是毋是大失败。咱有才调伫遐，甲行过1届、2届，行到第3届，
有31个区、31个县，拢行到第3届，啊，因国民党一个都无行过，安尼是向失败，吼。啊，咱主要这志工有70%到80%拢是中年女性，所以即届是毋是干那公民崛起，毋是干那这个大觉醒是男性，毋是，即届主要是女力崛起，吼。啊，拢总有偌济人连署，有130万人连署，130万人连署，这个人咱听好甲讲，伊是打死不退的死士，就是技术啦。这个人若台湾有代志，伊绝对是冲上前锋的啦，因为你知影，咱去连署的时阵，拢是一遍搁一遍啊啦，一遍搁一遍的，互伊挑剔。一张连署单有可能写3、4摆，写4、5摆呢，所以这个人是打死不退的死士，啊，结果这同意票拢总有偌济，我下晡有甲算过，拢总2063327票，啊，这拢是打死不退的志士，有才了去投同意票。虽然咱的同意票无比因较济，但是原因是安怎？原因就是讲，遐拢是铁生南区啊，咱伫铁生南区要求赢伊的票是无简单的呢，所以有才了冲到2063327票，这是足无简单的。咱若规台湾的范围拢甲包括落去，包括屏东、高雄、台南、嘉义，这拢无罢免区。啊，搁即个其他遐无罢免的区拢甲算落，我无相信咱的票袂增加。咱若自遐票，搁甲比例按比例去甲算，起码要顾台湾的打死不退的志士，起码有600多万票，这是我个人的观察，所以我感觉大家实在毋通失志，毋通失望，毋通对咧国共的口条咧讲，咱是大失败，啊，感觉足悲观呢。事实上，这个人拢是咧上班，即个30几岁、40几岁的女性，啊，拢有幼囡仔，因拢透早啊无透暗，啊有诶，就拢去徛到迄街头啊，去举牌啊，啊，事实上徛伫啊，拢爱足大诶勇气呢，啊，拢毋惊风毋惊雨呢。啊，有当啊穿雨衣，有当啊举雨伞呢，啊，有当啊会用配喙呢，有当啊会用笔斗战呢。但是遐人拢打死不退，徛伫遐，经过6个月、3礼拜，搁1天，搁3天啦。歹势，我泡泡会写1天，是搁3天，这是有够无简单的代志。啊，所以啦，咱来照即个投同意票206万，搁3327，咱去甲照咱的遐无咧罢免的区，搁甲算落，我相信有600几万是打死不退的正港的福摩萨台湾人。所以我希望大家脑筋爱甲转过来，莫悲观。当然，拄仔讲的语言的问题有消失去，因为经过11冬，哪像较无，大概台语搁较实体啊。但是咱若照即个台湾精神，其实是即届大觉醒、大成功。这是我要讲的主要的重点，啊，过来，我讲后一个，这个大罢免讲到这结束，咱事实上是大觉醒，因为将来捌看全台咧绕境咧好台的，啊，这个力量应该袂散去，因拢即马搁继续咧组织，啊，即马我要来讲咱的现状，因为当啊经过这9月初8。9月初8是旧金山和平条约的这个签约日，啊，1951年9月初8签约，啊，到1952年4月28啊来这个生效，啊，已经80，中正到即马1945到即马是经过80冬，啊，旧金山和平条约1951年签约到当已经74冬啊。啊，80冬来，
中华民国甲咱洗脑台湾人讲，1945年10月25是光复节，其实这是白插的。吼，事实上，中华民国伊只是代表民军来受降。吼，伊的仪式中嘛挂中国、美国、英国佮苏联的国旗，所以日本毋是干那对中华民国来投降尔。吼，伊甲咱骗。伊主要伊的根据是干那麦克阿瑟 MacArthur 伊的即个将军令第1号，将军令第1号是干那叫伊来代表受降尔。伊甲咱骗讲伊是光复台湾，事实上中国人毋是战胜国，中国毋是战胜国，伊是被解放国，伊是被原旧区，被解放国，真正的战胜国是即个美国、甲英国，佮苏联。中国迄阵是规个伊的领土拢沦陷互日本，已经倒退到位重庆、四川的重庆去啊。所以伊是被援救国、被解放国，但是伊假也讲伊是战胜国。欺骗咱台湾人，讲甲咱光复，真正的战胜国是美国，是美国打败日本，所以1945年伊甲咱骗讲是光复节，事实上是1945 10月25是咱台湾的再论合日，自迄阵中华民国就暂时军事占领台湾，到今啊，佮占领中。无终止。照你讲，1952年4月28日，即个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日开始，伊就爱撤军啊！迄个合约已经签好啊，3个月内90日内爱终止即个军事占领，但是世界的局势变化足奇怪，一切毋是安尼行，因无照条约行，因为佫发生罕战，所以自迄阵到即马还未终止。佫1946年正月12日，即个中国的国民政府，伊为南京的行政院就发布一个行政命令，篡改咱台湾人的国籍，讲台湾人自1945。10月25日就开始变做中华民国人，这是违反日内瓦公约 （Geneva Convention）。佫来1949年，佫来当然呢1947年，佫犯着即个反人类罪，伊甲咱台湾人发生200大屠杀 ，228 massacre Formosa genocide。就是 genocide， 就是即个民族大屠杀、种族大屠杀，所以伊一切即拢违反着即个人权公约甲日内瓦公约，到1949年，因为中国已经战败，节败退啊，伊已经承诺讲伊无要走来台湾来流亡，结果伊嘛正港走来台湾流亡，佫甲我200万的中国难民、军民规个家，再来台湾，互咱的先人、咱的祖先、咱的阿公阿嬷、老爸迄辈，安尼有够艰苦、足痛苦，一个小小600万的岛屿，要饲因200万的空手好客的中国人难民，你看咱的爸母、咱的阿公阿嬷迄代有偌可怜，因为咱知影，2010多年，即个叙利亚100万的难民走去欧洲几啊十国、20外国，因敢若20外国要吸收100万的难民，因着大家当甲偏偏喘。你看迄阵的中国难民100外万走来咱台湾。甲咱撑甲拢安尼，空落4万换1箍，所有财产拢土地拢抢去互
伊讲做土地改革做成功，结果是拢抢土地，抢了吼，所以这是伊拢违反最内话公约吼，袂使甲占领国，袂使甲伊的本国的人民刷去即个占领的区域，这所有伊拢违反战争法，世界基本人权条约甲即个日内瓦公约，规个拢违反吼。啊，即摆互你看，因来的就是难民，因大家来即张，大家看下一张何老师就是因拢有一张难民证这 PowerPoint 我有上传这个难民证难民证，因事实上中国人伫遮到台湾人来，伊是难民，他们是难民啊，接过来。何老师，我们的 PowerPoint 要往下了。好，再来就是那个这个行政命令，这是1946年1月12日，伊篡改咱台湾人的国籍的公文啊，过来就是咱来看即马听好安尼解说，讲旧金山和平条约是咱台湾人的出世证明代表受降，无表示是主权移转，所以即马现主时的中华民国伫台湾，伊并无拥有咱台湾即块土地的主权国际条约才是中战地位的唯一来源，就是对咱台湾来讲，台湾朋友来讲，就是旧金山和平条約。舊金山和平條約嘅 Article 2 Item B 有講 Japan renounces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to Formosa and Pescadores 就是講日本放棄伊對 Formosa 甲平湖群島嘅所有嘅即個權利投降甲請求權伫舊金山和平條約伊第23條有講 America is the 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 美國是台灣嘅第一佔領權國什麼意思？就是美國是台灣嘅第一監護人咱來用世俗嘅方法來甲解說，等於美國是咱嘅第一監護人，也就是新監護人但是日本日本是咱以早嘅即個母國叫做舊監護人但是舊金山和平條約敢若講日本放棄，並無正式予台灣接受即個聯合國嘅照76條，予聯合國託管過來照77條，予聯合國託管76條，予聯合國來甲咱主持，予咱自決，走向自治是獨立，這個程序攏無行完，所以咱會當講舊金山和平條約伊是對咱台灣這個土地的主權地位已定，地位已定，主權交予什麼人？主權交予咱原來的 Formosa 台灣人，就是主權交予咱在地的人民但是真不幸，因為這個蔣介石的這個流氓集團走來台灣，佔了無要走所以等於萬分不幸，美國這個第一監護人一開始就甲咱交予這個中華帝國二保姆二保姆即馬伊甲咱專權統治、專制統治，甲咱1947 Formosa 大屠殺，過來40檔的白色恐怖，到1987才解除，過來刑法100條，甲咱所有的精英高人殺10多萬人掉
这是二保姆，啊，到即马还阁无要轻放吼，啊，到呾咱台湾还未自觉建国吼，所以袂当报户口入联合国，所以旧金山和平条约会当讲是地位已定，主权要交互台湾人，原来的台湾人 ，Formosan Taiwanese， 但是未定呢，咱的台湾的主权独立国家。也未经过即个国际法律的程序，吼，无经过自决，无经过宣布建国，也未号名，所以袂当去联合国报户口，所以会当讲也未伫主权独立国家地位也未定，吼，会当安尼讲，但是呢，事实上，吼。咱若这旧金山和平条约拢甲讲足清楚的，就是讲，伊美国甲日本甲拢总49国，就是讲日本甲48国来签这个旧金山和平条约。事实上，并无包括中华民国，嘛无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伊恁和平条约已经帮咱台湾的前途做了真好的相关安排，吼，这个。杜勒斯当年的这个美国的国务卿，伊伫合约写甲足清楚，这个前言伊就写讲，日本绝对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原则，然后伊个是这个合约内底的这个逐条的说明是，伊个特别表示讲，这个旧金山和平条约前言嘛是合约的足重要的一部分，吼。第2条写甲足清楚，就是讲台湾。甲即个澎湖已经日本完全放弃啊！第3就是讲，这条文说明有提醒这49国的这签议国，签约的国家，对这日本割离的这领土，爱照联合国宪章77条交互联合国托管。但是呢，最后托管了，阁爱经过这个自决。甲经过即个宣布建国，爱行向 self-government and independence， 这是伊旧金山和平条约讲甲足清楚，所以咱会当讲伫即个咱台湾人的立场爱讲互清楚，就是讲台湾主权已定，但是台湾主权独立国家未定，所以。咱有4点的呼吁，就是讲，爱请美国这个新监护人甲旧监护人日本，因爱来正视，爱来重视咱台湾人的基本人权。台湾人事实上到呾也无上基本的建国的基本人权，嘛爱重视咱台湾人对Formosa台湾这个主权的权益，第2点，希望美国主要占领全国，会当终止中华民国的军事占领。这个人，这个组织，伊会当转去因真正的领土，金门、马祖去建因的中华民国。即马伫台湾咧吵闹台湾的这个无认同台湾土地的这个中国人，嘛爱处理。伊既然无爱认同台湾，因就爱选择爱离开。我是安尼讲即种话，因为咱台湾人嘛无甲即个中华民国切割，绝对会互伊拖害死。咱已经经过30档的实验选举，咱台湾人一直甲伊讲咱要和解共生，结果因拢无爱听。因一句都无爱听，因即马要骹底抹油，因伫美国拢抢因的财产，抢因的子女，因骹底抹油，地啊拢地美国护照，是澳洲护照、加拿大护照，结果因立法院要甲咱占领，要甲咱打包，要卖互共产党，所以这个人绝对毋是台湾人，美国伊是第一监护人，因爱来处理，请伊爱互咱第4点，爱互咱台湾人来执行咱的台湾人基本人权来自决来建国。
事实上，其实国际的情势真好。咱国内，你感觉讲哪像一个有无，一个都有无落来，大家真艰苦啊，经济作歹。其实我拄仔已经讲，若就大决策的角度，咱是大成功，吼。起码我感觉有600万的正港的打死不退的死士。啊，过来即马国际局势，我向大家报告，大罢免了后，美国就出手啊 ，AIT 鼓励员处长就找遐通匪的遮国民党的遮立委去遐讲话啊，叫因袂使啊，甲咱即个北国迄个军事采购的 budget， 吼，啊，过来就找即个黄国昌，吼，啊，最近今仔日就是昨的新闻，吼，鼓励员伊个讲。中国讲的开罗宣言、波茨坦宣言、旧金山合约，拢是因欧北讲的，拢无效力。事实上，真正对咱有效力的，就是旧金山和平条约。开罗宣言嘛无讲要行伊啊，迄是一个提议书，迄是一个新闻公报。波茨坦宣言共款啊，是敢若讲日本要无条件投降尔，啊，但是所有的一切拢写伫旧金山和平条约。旧金山和平条约已经甲咱台湾的主权即个独立的地位已经安排好，但是迄听书就是惊无完成安尼。啊，我希望台湾人爱真正觉醒，爱切割台湾甲中华民国，无咱互因拖入去即个因中国两个中国、身躯中国、真假中国的即个内战之中吼。啊，我要讲的讲，就是讲即个20几号8月前一阵啊。美国的参议院的这个军事委员会的主席 Wicker 专工走到台湾来，甲咱讲，恁台湾人有 self-determination 的权利，这是大无简单。伊是参议院美国 Senate Senate House 的这个 Senator 这个军事委员会的主席，安尼千里迢迢走到台湾来，甲台湾人讲，恁有权利 self-determination， 伊真正用这字 self-determination， 伊在甲咱台湾人拍挺啊，吼啊！前一阵啊，9月前，这个英国的前首相，这个 Boris Johnson， 有人甲邀请来台湾演讲，伊嘛甲台湾人讲，恁爱向世界宣布，恁要公投独立建国。伊嘛讲啊，这么白呢？英国甲美国是上重要的这个旧金山和平条约的签约国，因拢走来甲咱讲，走来咱台湾人的厝来甲咱讲这件代志。啊，大家拢哪像无听到？啊，但是我拢有听到。我感觉世界的局势对咱是足有利的。台湾人若敢宣布建国，随着所有的几10国拢来甲你承认。啊，有迄个敢若宣布就会当建国无？真正有即个例，巴西即个国家敢若宣布独立就建国啊！啊，我感觉台湾的局势哪像行到即个坎站，但是主治者、主政者毋知有要采取行动无？安尼，吼！啊，搁一件8月26，我要报告的，吼！拄仔我讲。美国的军事委员会主席走到咱兜，甲咱讲，咱爱 self-determination。英国的前首相 Boris Johnson 嘛走来甲咱讲，过来鼓励员今仔昨讲的开罗宣言、波茨坦宣言，迄拢无重要，上重要的是旧金山和平条约。你中国卖掉黑白讲，过来8月26有一个暗会，我有去参加。这8月2的暗会是啥物呢？就是这个39个国家的参议员，因国家大部分是欧洲的这个国家国会议员，吼，这个团体叫做 IPAC， 就是参议员的联盟咧对抗中国的这个参议员的跨国联盟。因走来咱的世贸馆3楼，席开差不多50桌咧募款，来咧甲台湾
赞声，啊，啥物人去你讲话？即个英国的前保守党的党主席去你讲话，瑞典的即个参议员去你讲话，波兰的前外交部长去你讲话，日本的参议员去你讲话，伊毋是讲2分钟哦，毋是说哈喽尔咯，逐个拢讲5、6分钟、7、8分钟，讲啊足强力，咧甲台湾支持。啊，台湾人感觉大家爱勇敢起来，吼，爱互即个咱的总统有迄个勇气，真正若时势行到 hold 不住了，伊宣布全世界拢会甲咱信任。好，我报告到遮，即个向大家分享，这是我即几个月来而且做即个副会长参加即个记者会啦，还是公开发言，我要讲的话，而且甲大家分享，多谢大家，谢谢各位，吼。感谢感谢咱的岳苗教授遮尔完整精彩的分析啦对法理啦对即个局势啊拢有伊的真精彩的见解安尼好。所以刷落来我想大家应该听两位讲者讲了以后嘛有足侪想要来讨论的议题啦想要请教两位讲者的议题，也是讲有想要发表的迄个想法呢。无咱即马就来进入后一个阶段，就是咱开放大家互相来讨论，好无？针对今仔日的主题，也是其他和本土文化、本土语言有相关的主题，好无？来，安尼有啥物人要先发言无？发言的咱即马等下发言，你就是先举手，举手叫着你了后，你就直接甲迄个麦克拍开的，当讲话安尼，好无？来，请。迄个梁光兄，你敢有要先讲话？来，好，咱那个前啦，迄个前。有一个举手啊，有举手啊。嘿，来，还是先讲，嘿，请。詹先生，请讲。拄啊举手的是詹先生。麦克爱拍开。嘿啦，迄个曾先生嘿，约翰迄个放啊。有无？还是试着有要发言无？迄个 JUANTSENG 这位曾先生，好，安尼袂要紧，其他个人要发言无？伊可能无听到，还是试着啦，安尼佫有其他的好朋友要发言无？已经离开啊。嘿，对，所以有其他安尼应该是试着对啦，嘿，佫有其他朋友要发言无？无，我先大家咧想的中间我先来请教李毅啦你讲迄个时代迄个国小迄敢是伫新华已经口碑国小？对，嘿，是。所以因目前的经营是，因敢有咧教时代的话？有啊，嘛是有啊，时代话有当然因为迄个白话字因嘛拢有咧教即摆的问题就是讲，应该是讲咱的理想的即个状况是，伊会当所有的物件拢会当用白话字是台语落去教，毋免搁掺着时代还是其他的原住民的即个语言啊。我是有时会感觉讲咱咧推广即个台湾语言当然是讲台湾语言拢是咱的话啦咱咱的本土的语言拢值得来推广毋过我是感觉咱来注重即个比例原则所以有一寡反对本地是反对台语伊就甲你牵一大堆讲台湾语言偌济。什么种，若讲落去，台湾安尼几来10种所以伊就是用即种的讲法来甲咱讲无需要推广台语，毋知你会
你敢有即种诶？敢要拄着即种诶情形啊咧？其实即马伫即个社会较少碰到即个情形，因为即马多元化嘛，所以变做讲你要推广啥物货，你爱家己去拍拼啊去落力，但是你要有成果，就是爱看逐个愿意出偌济力，颠倒是碰到即个要去打讲啊你台语安那，我颠倒较少碰到即个状况。好，多谢，这我要问诶问题。好哦，安尼佫有其他的朋友吧？哦，来，迄个，对，即个有听到无？有，请讲，请哦，讲。有啊有啊，真歹势，真歹势。即摆要找着。赞晓。对，现赞呀！啊，因为迄是，迄吼较早吼，着出国诶时，着爱用迄种，迄阵啊，毋知讲咱台湾人有咱诶语言，所以讲，后头教授吼，我真早就听过你诶迄个吼，你诶消息。你讲你云南人，我云南嘛高坑人，我即摆你即个会分析个吼，因为我这个人吼，我真乐观啦，所以你讲的拢足清楚，这我嘛拢听，因为即回大罢免，我是伫这个多伦多，我是伫专门拍电话的，所以讲我也有参与啦，所以讲，但是我较想，即款是咱台湾人的觉醒，会当伫个深呐，我上早的是我讲，若估计讲，若会当60甲10钟来赢，还是60赢吼，安尼咱就变过啊。但是问题就是讲，这10000箍，甲这个白色，就是讲这少年啊，你这分析足好，就讲这少年20岁到这39岁这中间拢，我讲这个会使讲呢，讲听 A 就就是判对老岁啊，对拢无得信道，因就是拢要讲新鲜啊，会刺激个物啊，所以讲这甲群众的心理学是足重要。所以我伫这个看这瓜文这个，伊就是足知影讲这个少年的心理，所以讲安尼因都无咧想，但你若照事实，这证据来看，因这少年呢，伊都拢无咧注意，所以讲从长期来讲，咱台湾是有足有希望的，尤其最近尤其这个蔡英文前总统。安尼咱甲加这个乌俄战争安尼咱对台湾应该有一个大家全世界的这个自由国家对台湾的支持是加进步。较早拢我离开台湾已经58年啊，但是大小选举我拢当去。所以讲，或者我知影讲这个局势，尤其你头拄讲的关这个台语的问题，迄种2018年，迄阵啊，这个韩国瑜在选高雄市长迄阵的时候，叫做我甲讲伊叫韩流，我讲这韩流的时候，大家爱衫裤穿，或者衫爱穿较济咧，或者爱预防这个就是讲去寒着就对了。迄阵啊，伫高坑的阿嬷甲孙仔拢讲国语我真正足歹头。去到高雄的时，迄阵我去做选的时，迄参迄个市场嘛，迄菜市啊，拢好多，人讲爱多爱换人安尼啦我真迄阵就足歹头的所以讲，这就是讲这个群众心理学是足重要的但是咱做一个台湾人无实际的权益啦继续打拼，多谢。安了，多谢。感谢迄个詹先生啦，安尼迄个外表教授敢有要回应，还是咱要开放后一个问题啊？我想足多谢詹先生的即个讲法，真正做台湾人无悲观的权益，咱只有继续奋斗。我感觉所有外来政权到尾啊，拢会倒去、走去。这是咱400年来咱看到的历史，就是安尼。即个其实就是无成功尔，嘛是维持现状。
就咱无增加一色都无安尼尔。但是事实上，伫国青运动这是前所未有的，这个足大规模、全方位的大成功啦。我感觉是安尼。伊台湾人无去小马祖，真正知影爱顾咱的土地啊，爱顾咱的母土啊。这是足无简单的。当然啦，无讲完全国青足彻底讲。要甲迄个车轮机摕掉安尼，当然我想迄拢是一步一步来，因为迄种咱脑筋的 cognitive process 毋是一届会当安尼规拢跨过迄个程序，咱家己迄种家己自我觉醒的行过的路，嘛是几啊十档，才行到最后讲，咱知影一定爱切割，咱才有查活，这是一定爱切割，美国已经出手咧，甲咱切割，就是切割迄个旧系统，甲甲迄个 China 的关系，拢要切割好清楚。所以，古立源昨走出来讲讲开罗宣言、波茨坦宣言，迄拢毋是照中国讲的安尼，恁是扭曲，这是对咱做有利，因为美国伊嘛袂堪你失去台湾啦，全世界拢袂堪你失去台湾啦。台湾我顶摆报告的时，我就讲，台湾是地球上的诺亚方舟啦。台湾若失落全世界拢袂振动啦，就是安尼，这是一个事实。台湾若总咱台湾袂振动，沦陷啦，拢袂当振动这个世界原来袂振动，所以所有的这个国际的力量拢走位遮来，咧甲咱叫咱徛起来。我拄有报告你看迄 IPEC 走到咱岛来咧办木坎参会伫台北世贸8月26这是挺台湾自由之夜因拢外国人拢足清楚，中华民国甲台湾是无共款，干那咱台湾人因为受到这个国民党的洗脑，甲这个足侪人偷紧转袂过来安尼但是这若有一个契机，伊就会转过来，像即马遐中年的遐30-40岁的女性，规拢清醒伊知影讲，我若无变，我的囝毋知改要变安怎好，我就搁简单讲即几句，搁继续。多谢何老师。感谢，安尼咱就搁继续开放后一个发言的朋友，有无？其实啦，咱今仔日的论坛真深色啦，咱对这个罢免的局势，对迄个有讲到这个本土语言未来的情形，有讲到这个这个旧金山合约，有乐观的部分，嘛有悲观的部分，咱其实这拢有真侪互大家思考的所在啦，互大家当思考的所在。来所以有朋友想要针对这个议题，有要继续发表你的想法无？等，迄个啥，迄个 Carol 小姐来请讲。我想要讲其实大罢免甲这个日头花运动伊的精彩是，迄当阵日头花是国民党迄伫执政，变做讲人民对执政党是会较严格。碰着即马就是拄着热清地执政，伊若讲一句什么杂志都被跳看甲讲你袂使讲这句话是真严格迄当时马英九嘛共款伊嘛有人甲伊发冤枉，所以讲这是局势。阁有一个就是网络的问题，就是迄个时阵国民党阁毋知影。伫日头花的时阵伊都毋知影讲安怎用平台我本地伫日头花是无关心政治我嘛是伫面册开始看到教授什么微博的，就开始有什么服务无伊迄个文章咱会跳这个中国加去毋过即马无共款因为国民党甲民众党拢做进步的，因是甲即个网络，阁有即个媒体，阁有啥物中天阁有中国因嘛做高去带即个议题，变做讲
即马会失咧，就是变做你有文化人吼来到翕影片吼，做济影片真好看。啊，毋过伊嘛无平台当放送，啊，看诶人就是固定遮诶人、亲切诶人，啊，搁较济人其实是较无关心，因为伊就算伊看啥物伫卡吼，啊，伊看到诶可能嘛是即个做大诶资源，就是即马国民党即个立委吼，伊有一个特色个，就是讲因拢是伫网络啊、直播啊，吼，拢真亲诶人吼，伫网络诶足亲诶人，颠倒变做你讲执政党诶人吼，伊网络吼颠倒较无人要看，啊人嘛不爱信，因为政府人就想讲这绝对是有问题啊，就是较袂去听你讲诶话，所以讲即马武器真正较无够。啊嘛无法度，因为这就是无去经营，因为国民党佮有共产党佮有民众党，因是有足侪资源，啊，知影伫网络安怎甲你的议题甲你洗掉，啊，你讲文化人哦，做迄个足侪影片，拢素材真好，啊，就是哪有所在互你看，啊，因嘛做到，因就先甲即个政府迄个宣传费吼，拢甲下掉吼，拢甲剁掉，因就知影讲政府都卖互你宣传，变做讲，即摆四百当然就是武器无够吼，因为人长期吼，搁一个中国甲共产党，共产党甲国民党，佮有民众党，因结合做伙，因的资源吼，因当然有请足侪公关公司，普通时其实就赚足侪钱，像讲台中市长罗秀的吼，因其实伫足侪市政府因其实伫媒体拢是听因的喙，变做讲保护议题嘛，袂讲伫媒体放送，就是这真长期人拢有伫经营你讲版面其实会使互600外人吼，会使听你的喙，毋过你都无资源，你若讲徛伫街头、街路，人就讲这是猫咪立委这立委这真正是拢无即个无即个就是讲真好真可怜，因为伊有一个身份伊是立委所以讲资源武器，佮有讲民众本地就对政府执政党较袂信任所以我想讲这嘛无法度，因为都长期伫即个网络顶悬无去，就选举的时阵才去翕影片宣传影片，毋过普通时颠倒是无去就无去处理这啦，无去，因为无啥物钱讲会使讲伫长期拢甲钱等伫遐去带一寡议题就是所以讲嘛无法度，即摆情势就是安尼以上了解。好，咱感谢这个 Carol 小姐啦吼，这真正是复杂的问题啦，这有真侪是真正困境啦吼，我就是真侪人看法，相信甲这个 Carol 小姐是共款的安尼啦，就是到底是安怎会安尼吼要安怎处理？即摆就是有真侪真侪大家烦恼啦烦恼。有要继续发言无？迄个有啥物倒一位朋友要继续发言无？事实上有小可进步啦。我要讲进步的部分，大家莫伤悲观，就是讲即个旧金山和平条约，以早足少人提起的啦。今年即个教育部毋是即个外交部啦，外交部已经林佳龙部长已经甲迄个开罗宣言迄拢甲摕掉已经有提起着即个旧金山和平条约。今年即个9月初8附近嘛，足侪即个学者啦，即个民间社团
拢有提起，拢有来报告即个旧金山和平条约的代志啊。所以这部分来讲，算有较进步啦。但是若讲即个比即个统战渗透这代志，这真正是足严重的，因为迄小红书甲迄个抖音吼，完全拢无禁，这是足严重的代志啦。啊，但是小红书甲即个抖音无禁，这嘛毋是咱个人公民会当处理的代志，就是讲真正政府爱提出伊的即个行政权，只要危害咱台湾的即个生死生存问题，就爱真正用心去甲伊处理。迄个抖音甲小红书，美国都禁啊，台湾应该嘛爱采取行动。即马有新的即个数位部的部长，希望伊有新的作为安尼啦。好，啊，毋知影是毋是咱有才调阁甲互政府一寡压力，讲即个小红书甲抖音无禁，实在足严重的啦。嘿，好，多谢。有一位感谢吼，啊有一位林阿高林怡静小姐啦吼，伊讲安怎才有法度解决问题啦吼，就是较想要听这啦吼，就是讲咱拢知影有真侪问题啦吼，啊咱拢毋望政府安怎，毋望民间安怎啊毋望咱大部分拢是用毋望甲感觉嘛吼，就是讲啊，我感觉少年人无够支持嘛吼，啊我毋望政府提出解决嘛，啊我毋望台湾社会安怎嘛，但是大家拢咧毋望吼咧等待吼啊，就是我想迄个意见小姐就是咧讲啊要安怎解决，大家毋知有啥物想法无？要来分享一下无安尼？少年的要先讲无？钟林议员，嘿，你有啥物想法无？嘿，等者，我迄个状况，迄个连线还无遐好，嘿。是好，无要紧，安尼，嘿。我是感觉每一个人拢爱行动啦。照我一向的原则，就是拢爱行动啦，毋是用嘴讲，啊讲希望啥人安怎做安尼啦。哦，比如讲，我最近写一篇即个旧金山和平条约即个文章，啊，我就是一直行，所有群组拢行，啊，佮拜托行的人叫伊佮去传安尼啊。啊，大家一看，因为我写足简单的，无够2页嘛，但是所有的资讯都包括拢在内。啊，我希望会当安尼一直传出去安尼。啊，我以向的做法就是安尼，行到对，找到对，行到对，讲到对安尼啦。就是做一个动机好地就对啊啦。我个人安尼做，啊，别人我毋知安怎，但是咱袂当求别人啦，就是讲家己拢爱采取行动，每一个人都要当 activist， 就是行动者啦。你毋是干那头壳想尔，你爱采取行动啊，爱关心，爱采取行动啊。啊，我感觉即个会种出来做罢工的人嘛是拢行动者，就是拢爱你有行动才有能量啊，能量产生出来才会卷起风云安尼啦。这是台湾人基本的精神，我感觉是安尼。拢毋是讲问人讲啥物叫做解决的办法啦。吼，大家拢甲关心啊，大家拢像我拢自己就当爱花很多时间去传递正确讯息啊。起码里外耐群组几啊10个耐群组，我若是正确的，我拢一直甲传出去安尼啦。啊，你我路里我拄着人嘛，甲人了解啊，开讲啊。啊，因我出门就拢讲台语，我无爱讲华语啊。啊，佮讲英语安尼啦，这是我的原则，这是我讲我个人会当做的安尼啦。嘿，即摆我若做主持，还是开记者会，还是演讲，我拢一律采取台语。这我个人会当做，我想讲，我若无讲，可能就断去啊。安尼，可能大家拢妥协啊，讲惊人听无。结果我发现讲记者会7、8个人讲话，干那我讲台语，结果迄个记者讲。记录我讲的话嘛，拢完全正确啊！因毋是听无啊。这是今年4月28，2025年4月28，吼，就是开记者会时，7、8个人拢讲
讲华语，敢若2个讲台语，结果伊甲我记录的嘛拢正确。所以咱台湾人爱勇敢讲咱的母语，毋免惊人听无。嘿，我的策略就是我会加讲英语，因为已经足侪人互洗脑讲咱的语言是较 low class， 其实无影。咱是 musical, sexy and sophisticated。结果人甲咱讲甲遐尼不堪，所以我一定会加讲英语。我出门嘛讲英语甲台语安尼，这我个人的策略啦。嘿，好，多谢。我想这真有道理啦，吼，愿有偌大，力就有较大啦，吼。啊你若干那坐伫遐望别人替咱解决啦，吼，安尼嘛是袂解决啦。所以总是咱爱家己来行动啦，吼啊，就是互社会变做民主社会，就是安尼嘛，大家拢想要社会变成咱想的迄个方向。哦，啊，但是迄个比看啥物人力出较济啊，倒一边的人，即个像 Q 大数共款，倒一边的人出力较济，啊，有法度说服愈济人甲伊徛伫共边，安尼伊望的社会就会来临，就会变社会就会变做因安尼。所以我想咱应该是讲啊吼，爱想办法，愈去揪愈来愈济人，互因会当来加入咱的阵营，啊，互因的想法甲咱共款。安尼未来这个社会就会变成咱想要爱的安尼，这个型的哦。好，来安尼40外趴是要真正做台湾人啦，嘿，真少啦。哦，对，迄个以前小姐讲，逐人的行动吼，做会当做的代志吼，台湾人无悲观的权利吼，大概就是安尼啦吼。好，来安尼，阁有其他的朋友要发言无？咱时间有限哦，吼，爱把握，咱大概咱伫12点以前就会结束安尼，所以若是总讲大家无人要阁发言啊，咱就会做总结哦，啊就结束。啊，若有人要发言，咱到12点嘛准时结束。来，展胜来，请。好吼，你有听到无？有听到。有听到吼。啊，教授你讲的话吼，啊，我的背包，我这个背包我内底我就是用一个台湾，啊，我衫裤所有的拢是台湾，啊，就即摆这 UN for Taiwan 呢，啊，我的 T 恤，我甲个衫裤我嘛拢印台湾，啊，拢写讲中国甲台湾无共款。用图来去解说啊，这 UN 2758吼，甲台湾嘛拢无关系啊，我这个用拢用图来，大家我就伫遐行，我我算讲我住伫咧多伦多嘛所以你讲的是大家讲就多人就甲问，问我就甲解说，这历史，你像你头拄你讲这看历史安尼，到尾因就讲。就爱支持，像阮这个8月底，阮直接有迄个台湾节，台湾节是我嘛叫真侪人去迄个，我家己袂去参加这迄个布袋戏啊，安尼这意思就是讲因为伫这个多伦多这个 Harbour Front Centre 遐迄是足侪人诶，咱要会当争取入去遐做这个节目，这是真无简单啦。但是咱已经10几档啊，逐年拢有这个8月上尾，所以讲我逐项我都去参加。所以讲我已经84岁但是我精神真好啦这个感谢主我即摆讲意思都是用行动，尤其我逐日拢会，拢啊像讲这个人。比讲伊咧摆卡，我就会讲你这是安怎摆卡，我讲安怎做啥物运动，做啥物按摩，因为我对食较足注意所以讲我到尾的是我用这个世界卫生组织伊这个健康的食法甲阮加拿大的这健康饮食指南，我拢放伫这个手机，当场互因去看。安尼是到尾拢真感谢，这大家就是讲我是台湾人毋是中国人。安尼，伊安尼慢慢然后要甲你讲关于你这个你头早边这啥物，这个啥物2758是啥物意思？我就甲这历史甲解说。
啊，你慢慢会慢慢做啦，吼，安尼我会当做啦，就我做啦，会成功袂成功，我无得去管，哦，迄只有上帝代志，哦，啊，我甲尽量做，哦，安尼像讲我等于去台湾嘛，感觉去这个各地区吼，迄这选举，迄个我中场伫遐做一个看板，啊，家己带甲身躯，啊，去遮市场去行，安尼落行3遍，迄个票就拢来啊，好，多谢。多谢，祝谢谢詹先生，我甲你讲，我嘛是婚姻人啦，你顾客人，我通过人。好你哦，多谢多谢。真正咱拢是行动者啦，拢是逐个讲，逐个就做啦。甘愿做戆人啦，哦，这是咱台湾人的一个精神。不是我讲吼，我做一个快乐的工人，哦，莫甲人冤家，哦，你若去拄着伊无迄个，你就讲歹势吼，你就甲伊走，你就离开，哦，多谢。对，是啦，甘愿做戆人，咱毋是因为感觉会成功才去做，是先去做了后才会成功安尼啦。对啦。是对的代志，咱就一直去做，无咧管成功失败啦。因为咱一定爱做，无咱就无路啊。逐日都咧做啦，嘿。咱的配合对啦，咱的成败拄着的这个局势啊吼，是比咱更较歹处理足济啦。因伫戒严的时代，有无吼？因嘛敢上街头，敢冲敢弄，但到尾啊，就因为安尼，所以台湾才有今仔日的民主甲自由嘛吼。啊，迄当阵因上街头是会去用哭去的呢，吼是会麻烦的呢，哦是遐有人治色迄个时代。但是啊吼，咱即摆无嘛，吼咱即摆你要上街头就上街头啊，哦对无？咱即摆面临的状况是比以前咱的成败加足优胜的，加足好的啦吼。按面临的效果嘛，加足轻的，所以应该是咱应该感觉家己的理想，伊得爱勇敢去追求才对，吼。好，安尼还有其他的朋友要发言无？若无，咱要请两位讲者做结论啊，因为时间嘛差不多啊。好，安尼咱就请迄个庄林议员甲迄个岳苗教授吼，咱来用几分钟的时间做一个结论，好无？哦，差不多一人好3-5分钟安尼，好无？来，你迄个李议员请。好，感谢大家吼。其实我头拄仔听到的是上有感受的，其实是卡洛讲的啦。因为卡洛咧讲的，其实是较符合讲我所知影即马台湾遇到即个困境，就是咱会遇到中国甲即个白色的还是蓝色的做伙斗空，啊，伫因做伙斗空，然后因占无共款的即个光谱之下，咱要安怎甲较接近咱的吸收过来？因为包括讲有一个，我毋知影大家敢知影讲有一个 app 叫做 Thread， 啊，嘛有人叫伊吹，啊 Thread 即个物件会互一寡较本土人感觉讲伊的声量开始变甲足大，但是迄个声量变甲足大是你家己的声量变了大，毋是总体的本土电影还是绿色的声量变较大，因为伊是甲你锁伫你的同温层内底，啊，所以对我来讲，咱即马爱做工课，因为我会接触到做者一般的遮一个民众，其实无虾米人会去在意咱现准是台湾国际的情势。还是讲台湾到底有偌济的即个国际的即个朋友来替咱发声？少年仔其实甲足济人烦恼的代志嘛是迄个一寡生活顶悬的代志、民生议题啦吼。啊，但是你嘛袂当讲伊毋对，因为少年仔买袂起厝就是买袂起厝，包括新青安即件代志嘛无足久吼。啊，规个政府即个政策啊，个安尼刷来刷去，当然应该对本土电影吼，也是讲对民进党有一寡无信任啊，所以咱必须讲，咱若是真正要行动，咱爱出着对，咱就是讲，咱爱去问看讲，即个人是安怎甲较早咱少年的时阵无共款，无继续到民进党啊，到底即个人因即马心肝咧想啥？因要伊的代志是虾米货？当你知影伊要伊的代志是虾米货了后，咱才有法度三顿来讨论讲爱安怎甲因讲，还是讲咱做的方向甲会对，甲会正确，
啊，若是永远拢是咱讲咱的理想个想法，但是拍袂着因的心肝内，安尼咱要推上的路，可能会较辛苦小看啦。所以嘛，真欢喜讲今仔日会当甲大家伫遮讨论一寡遮即个代志。但是我较早嘛是参加抗争讲大道讲做者遮的即个理念个想法的物件。但是我即摆拢是尽量就是，互咱的即个少年朋友因讲因即摆到底咧想啥物做者其实拢一定甲我拢一定天差地别啦所以就慢慢了解因咧想啥了后尽量去接近因了后，你较会当互因感觉讲你无遐尼，毋是因想的安尼我最后举一个例就是，我捌成功的甲即个台南民众党的青年部的主任驶过来咱即边因为足简单，伊伫伊即个民众党，伊感受到是民众党是一个，伊一入去嘛是做积极要帮助民众党有诶无，但是伊拢搭来搭去，搭来搭去，伊发现讲伊是一个高知识诶即个分子，嘛伫成功大学内底咧做一寡研究工课，所以伊诶学历啥物货拢袂歹。结到最后，伊去一个新诶政党了，发现讲哇，这代志毋是像伊安尼，内底乌鲁木齐，逐个搭来搭去了后，我办一个活动，伊同我想讲无来听看觅，我嘛做好奇讲，哪有一个伊家己自己会讲伊是民众党诶，逐个个感觉讲，这个人到底是要来创啥？伊是要来踢馆还是创啊？逐个慢慢开讲。过一段期间，讲知影讲伊其实毋是甲咱感觉本身感觉讲伊是民众党，伊就是迄个最佳万死，有诶无诶？无，伊其实嘛是想要斗相共台湾，但是问题是，伊迄个党诶，甲伊诶方向带毋对去所以到最后，我甲伊变做是一个算深交诶朋友啦。后来当然伊对政治个较敏感些块，因为民众党做烂嘛，但是伊做爱阿伯嘛。这个你个感觉讲这无法度相信，但是上无咱互一个人，伊可能一世人袂个当民众党煞了，咱若有机会当着，就慢慢爱甲伊变做讲咱这边的即个人这是咱豆会当做，但是有一个最重要的代志，就是爱听因的想法，因到底要做啥物货。包括我头先讲的迄个，阮高雄迄个助理嘛是共款，伊当按韩国瑜柯文哲。台湾基进、民进党全部拢登过伫伊短两三届的即个登票的即个期间内底，全部拢登过。这是咱无法度去想的即个代志，但是咱来理解因了后，咱较好法度找着所在，咱甲因说好。这个是咱要爱的即个行动的意义。感谢大家，谢谢。感谢李议员啦，我想真正就是安尼啦，民主国家因为票多赢嘛，咧选举嘛，所以民主就是一种说服啦，说服的过程。民主所谓的民主的过程就是说服的过程啦。所以伫希腊迄个亚里士多德的时代，因就有所谓的辩论术啦。这个辩论术毋是要辩论，是要说服啦，所以要安怎说服身躯边的人？咱先对了解因开始啦，咱若一直感觉讲咱是道德的正义的一边，咱就是徛伫道德的观点，因所有遮的拢是匪类，拢是毋正人，安尼其实采取一种对抗的姿势，安尼其实因嘛听袂入来，咱要讲啥啦？咱要讲咱的理念，伊嘛袂愿听啦，因为伊个起码只已经甲伊的心。已经砍掉了嘛，伊就拒绝接受，所以要安怎说服周围的人？我想这是大家拢爱，这是咱台派爱思考的问题安尼啦。感谢咱迄个李议员真精彩的结论安尼。好，咱接下来请迄个表月表这下嘿。好，大家好真歹势，已经这么暗嘛我就简单讲，我第一点就是原则要讲，咱莫讲大失败，咱讲咱。看到迄阵光明迄面，就是咱其实是大觉醒、大成功安尼，这是足无简单的，这台湾打死不退，这史事拢造出来所以这届这个毋是完全这个运动无能量、拢无成果，毋是安尼，只是无成功尔。咱这届是一个足严肃的这个
这个坚韧力的操作啊，还佫是吼全面性的，那像安尼千手观音鬼拢造出来安尼啊，吼啊佫互相联动，这是足无简单嘿，吼气势安尼做，就是气势磅礴安尼很美丽的一个足大运动啊，前所未有的成功啦吼啊，当然咱无达成咱的任务啦，但是我感觉若准佫有一个契机佫来，绝对佫有一摊啊，咱台湾就是靠安尼一摊一摊的社会运动，安尼慢慢啊进步，慢慢啊行到今仔日安尼啦吼，所以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就是讲大家吼实在继续拍拼啦，啥物叫做方法，就是为家己开始，就是拄啊詹先生有讲啊，伊嘛80几岁啊，逐日在咧行动啊，逐日就是咧传咱的台湾教啊，即条路我嘛行足久啊，从1993年到即嘛，就是逐日在咧思念念台湾共和国这5字安尼，吼，自迄阵行到呾啊，就是将来毋捌放弃啦，吼，咱无放弃的权利，咱若放弃就是退无实所啊，所以咱只好继续向前行安尼啦，行到咱就是达到咱的目标，咱才会停权安尼啦。啊，但是这世界的局势咧变足紧的啦，咱就是爱有准备，吼，咱嘛是继续逐日拢咧宣传啊，咧组织啊，但是无定有一天时间若到，咱就真正会看到迄个结果安尼。啊，当然咱咧做的时阵，咱就毋免想济安尼，这是我要讲的话，吼，就是就是 take action anytime 安尼啦，嘿，吼好，安尼多谢大家晚安。感谢你个应该早安，好，多谢感谢外表教授吼，安尼啊吼，咱今仔日个世界台湾文化论坛就伫遮伫要结束啊，啊最后吼，咱是毋是来请梁庚先生来预告后续的行程安尼？好，安尼今仔日安尼真感谢恁3位吼，啊来做这个真有意义的一个节目啦吼。啊，其实我是真同意讲，虽然咱伫政治上这个任务无达成，毋过伫台湾认同这块吼，其实我是感觉是真正是大成功啦吼。啊，咱后礼拜的节目吼是迄个成功大学蒋教授吼，蒋玉文教授啊，伊要来小解这个拉字吼，台语言吼的绘本吼，啊，有若共这个时间大家来参加吼。好，多谢。好，多谢。好，安尼感谢大家，今仔日的会议就圆满结束，感谢大家。拜拜。感谢2位讲者，感谢。好，多谢何老师，多谢郑先生。感谢李教授。叫名去，歹势。好，我紧。对哦，阮教会有一个叫做林什么庙啦，啊，所以阮常常就安尼讲毋对去。我紧，歹势，我紧。不要紧。好，谢谢，拜拜。感谢，安尼就大家再会咯，再会。啊，迄个澳大利亚大使，甲你的名共款。